来看美国前总统卡特，昨伫佐治亚州的厝龄过身，食到100岁。卡特伫今年10月7日打过世日落，是美国史上头一个活过100岁的前总统。卡特伫总统的任内宣布甲中华民国断交，后来嘛因为伊朗人质的处理无法度连任，也毋过伊嘛因为促成以色列甲埃及和平谈判，伫2002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I, Jimmy Carter, do solemnly swear. 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20伫乔治亚州的厝内过身，享寿100岁。卡特伫今年10月7日庆祝伊100岁生日，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临时级的前总统，创纪录。卡特伫1976年当选总统，1977年开始的任期，促成以色列甲埃及伫美国谈判甲签大卫营协议，互这两个中东国家会当和平互动。另外，伊也无定顺国会，或者是要求国会同意，就伫1979年甲中华民国断交，转向甲中国建交，而且伫1979年4月7日签台湾关系法。Of the many affinit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both had their origins in a vision of the greatness of the human possibility. 另外，伫1979年，卡特批准对才被推翻，前美国的伊朗国王流亡纽约治疗，引起伊朗激进分子走入去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劫持52位美国人质444天。这件代志也成为卡特竞选连任似乎雷根的一大原因。一直到1981年，雷根就职的迄一天，人质才被放出。卡特伫总统退来了，1982年创立卡特中心，积极参加各种战争甲人质危机的调停，并且致力伫咧自身工作，正受敬重。伊为外交走走，努力化解北韩、伊拉克、巴尔干半岛等地纷争，也捌伫1999年访问台湾，甲迄当阵的总统李登辉见面。伊伫访问台湾时阵讲，美国甲中国建交是正确的决定，伊无认为应该向台湾道歉。卡特2002年迄颁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伊几多年来为国际冲突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I have been blessed by graduating from the White House at an early age, enough so that I could use the prestige and the fame and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from being president of the greatest nation in the world to have access to leaders and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that the Carter Center might have. 到伫咧2019年得到癌症，而且癌症也断开。同年的8月，当手术甲肝的恶性肿瘤切掉，因过癌细胞已经拖到叶脑，而且伫咧脑内面有找到4个黑色素瘤，确定卡特得到皮肤癌黑色素瘤，而且已经拖到脑也个肝。虽然经过治疗抗癌成功，因过2019年搬倒几多遍，造成伊的面受伤，椎骨小可有骨折，脑部出血，身体变歹。到2023年2月开始，伫咧厝内接受安宁照顾。卡特虽然伫咧伊的任内甲台湾断交，也个发生伊朗的人质危机，但过伫美国人的心中，卡特一直拢有模范退位总统的形象。因为一般认为，伊伫总统退来了，比伊伫咧做总统时阵做的更较好。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